1.3 教會有咩毛病？侯士庭喺《靈修神學發展史》一書重新標記自耶穌升天後嘅歷史記號：1. 殉道者；2. 沙漠生活；3. 修院制度；4. 宗教改革；5. 清教徒；6. 福音運動。糾正福音派基督徒以宗教改革為本位嘅一啲偏狹傾向。侯士庭話，福音派信徒嘅弱點就係好容易從新約時代一下子跳到16世紀，因為我哋認為教會歷史入面最重大嘅事件就係宗教改革，嗰啲偏見較深、宗派觀念狹窄，甚至一下子就跳到19世紀，完全漠視過往所有嘅歷史教訓。福音派嘅信徒除咗有上面所提嘅傾向之外，仲接納咗現代人嘅一種諗法，呢種想法即係歷史與我無益。英國劍橋大學有位歷史學家認為，現代人嘅悲哀就係忽視過去，自以為自己呢一代先係歷史上最聰明、最有智慧嘅人。歷史遺忘症嘅錯謬就係一切都要從頭開始。換言之，咁樣嘅錯謬令到我哋唔能夠從歷代嘅信徒入面學到任何嘅功課。福音派信徒每每由於遺忘歷史而失去方向，偏狹自大，重蹈歷史嘅覆轍。好彩上主嘅恩典夠用，常常都化腐朽為神奇，容許我哋喺錯誤中重新上路，俾我哋可以重視歷史，並尋找喺時代中嘅記號。每一個時代都有佢嘅特徵。千禧年代心理學話籠罩，心理學說籠罩東西方歷史社會，喺教育、家庭、婚姻、戀愛、人際關係，甚至領導模式、企業推銷、廣告等方面，佢主導嘅位置都係俾心理學說壟斷咗，並成為咗解釋人生、指導人生嘅專門學問。唔理你中意好定唔中意好，心理學喺呢個時代榮登殿堂級嘅位置。普羅社會大眾都略懂呢啲理論，學生或者認為禮義廉恥嘅價值觀已經落伍，卻幾乎所有青年學生都識得九型人格學說作為做人嘅藍本。冇青年學生記得孔融讓梨嘅謙讓或者愚公移山嘅毅力，卻幾乎每個學生都識得要求父母聆聽同溝通。其實心理學同傳統文化教養未必有抵觸，甚至可以互補共用。筆者只係想藉住生活嘅事例指出，心理學說係滲透老中青年齡層，而且滲透生活各個層面，有如千禧年代生活嘅指南針。教會點樣回應呢個籠罩千禧年代嘅指導性學問呢？